欢迎收听8月30的迦南之声，我是施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的40章1到16节。耶利米书40章1到16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南国犹大已经灭亡了，而灭亡后的这些在地的人民呢，他们被分为被掳去巴比伦跟被留在当地的这些以色列人们。而这些被掳去的人呢，在当时是算是社会地位或者是资源较丰厚，比较有财力能力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被带去被掳去巴比伦。而这些留在当地的呢，可能是我们印象中的老弱妇孺，或者是说在生活上比较困难，比较没有资源，比较困苦的人。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是，耶利米作为一个先知，他在这个地方竟然被巴比伦的护卫长善待，让他在一个根本就没有办法有选择的时代里，却是一个能够做决定有选择的人。他可以选择要去巴比伦，他也可以选择留在现在这个破败的地方。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到，这个护卫长对耶利米这样说：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让你自由。如果你要跟我到巴比伦，可以一道去，我会好好照顾你。如果不愿意，就不必去。对于这位耶利米先知来说，其实呢，这是一个挑战，有可能会是一种试探。他去到巴比伦，依照现在这样的情况，他会被善待，他可能可以吃好用好穿好。然而这时候的耶利米却要选择，他要选择他要如何来回应这个时代的情况，他自己的生命，以及他对上帝所给他的呼召。在这里，耶利米就如同马丁路德写这个有关基督徒的自由，在这个基督徒的自由这一篇文章当中呢，他就有说到基督徒呢是一个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已经得着自由了。然而基督徒的自由不是只有讲到这里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释放我们得以拥有自由，但是我们也因着领受上帝的呼召，我们在全然自由的里面选择全然顺服上帝的呼召跟带领，成为众人的仆人，受任何人的管辖。所以他在写到这个基督徒的自由这一篇的时候，其实马丁路德表达的让人觉得哇，这张力很大。我是完全自由，不受任何人管辖，但我愿意为了上帝的缘故，成为众人之仆，受任何人来管辖。今天耶利米他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相信正在听的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挑战。我是在主里得着完全自由的人，我有自由意志来选择我要留在我内心里的巴比伦还是耶路撒冷。但是我为了上帝的缘故，我按着上帝的心意，我要留在哪一个地方呢？今天耶利米他的选择是，他要留在这个看来破败，希望被带走，好像需要花非常多力量才能够重建起来的地方。他留在这个地方，继续等候上帝的心意临到他，让他知道该怎么做。那
你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谢谢你呼召我们。主啊，你呼召我们，唤醒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明白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但主，感谢你，你也让我们明白，你真的让我们在主里得着完全的自由，我们能够自由来选择我们所要走的路。但主，我们也谢谢你，在自由当中，也让我们被主来呼召，有清楚的方向，而不是多头马车，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哪里。主要但在这个呼召里面，有时候感觉到自己真的就是众人之仆，好像有很多的限制，可能在家庭当中有许多限制，可能在职场当中有许多限制，甚至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有许多限制。但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若是这些限制是来自于你，相信你有最美好的心意。主，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自由当中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在限制里面也能够知道上帝你的保护在哪里。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同时我们要求主你来掌权，持续带领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也因着顺服主你的心意，在自由中享受那不自由的恩典，也在不自由当中享受那自由的福分。恳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真实明白你在这个世代里面，让我们在看似困难的环境却能够拥有自由，也让我们愿意在这自由选择发生的环境里面，为了你的缘故让自己被限制。主啊，这是真正的自由，也唯有你能够赏赐。谢谢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能够运用你所给的自由意志，活在每一个我们能够选择的时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思谦牧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明天见。